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星期三，家庭礼拜。忍耐会觉得苦，其果子却是甜美的。长得慢的树，常结出最好的果子。结最多果子的树枝，会带着感恩的心，弯垂到最靠近地面。安静的树，结出平安的果子。今天分享题目是圣灵的果子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。Galatia sa kalima at sefang tu sa puluh lagu tu sa tanggal sa tu sa puluh lagu tulu tu sir. Ni kau dira wahjinu ni bikris nu fang zare asingu i u urah uli pahak uli hasai u kusait u sini asa u nga'a yai u su'ri nai afalu tsuat u samsayai u pakaan metai tu tireng u matini ai a semak i awak ai ku mi lalangai a riket。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圣灵的果子，9种圣灵的果子，其实就是一个果子，爱。圣灵的果子乃是爱的各种表现，像喜乐是爱的欢欣，和平是爱的平静，忍耐是爱的宽容，恩慈是爱的展现，良善是爱的行动，信实是爱的信任，温柔是爱的谦恭，节制是真正的自爱，爱的顺从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，被仁爱的灵充满，爱的活水江河就会从我们身上涌流出去，使我们爱神爱人。这白白而得的恩典是滋饮丰富，用之不尽的，用不完。我们要永永远远为着神白白将圣灵赏赐给我们而感谢神。有一位叫贾爱梅，在南印度的宣教士，他这样祷告：主，你知道一切的事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但是我的爱仍然脆弱，我的品德不够完美，我需要你安慰，加添力量。因此求你常常来探望我，以所有圣洁的戒律来指引我，使我免于邪恶的强烈的感觉，医治我的心，除去所有不当的欲望。当我里面被彻底洁净之后，我能够去爱，能够忍受痛苦，能够有恒心坚持到底。爱是了不起的，是件最伟大的东西，唯有爱能使一切负担减轻，只有爱能以平静的心承受一切不平的事，因为爱能负重担不觉得重，爱使一切尖酸的事情变甜变美，爱付出一切也得到一切。有一位崔李太太心脏不好，
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那个清晨之前，他呢已经有1年的时间躺在床上，无法活动，只能在船上亲近神、祷告神、仰望神。珍珠港是变那个不寻常的岛上，突然轰炸的声音响起，一颗炸弹落在附近。虽然将这个崔迪太太震到跌落到床的地面上，却很奇迹似的没有一点受伤。当时有许多军队的卡车载着军人陆续的开进战区，由于当地有电话的人不多，红十字会的人知道崔迪太太她有一支电话，便问她是不是愿意做联络的工作，替这些在前线打仗的军人向家人们报平安。于是崔迪太太开始努力的接电话，与那些不知道先生是生存的还是死亡的，或儿子是不是还健在的家人们沟通，并为他们打气。刚开始崔迪太太都是躺在床上接电话，后来竟不知不觉地坐了起来，越来越忙之后，她甚至忘了自己很多年的心脏毛病。为了要帮助别人，崔迪太太的身体越来越好。回忆这段日子，她表示说，这第2次世界大战日本空袭珍珠港虽然是一大的惨剧，但却成了我人生的转变。借着帮助别人，让我转移了注意力，也给了我一个奋斗的理由。让我们追求爱，常常痛痛快快，在神爱的活水江河里面，满意的爱必定要流出去，才会觉得舒畅。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Mahanay saka mapalahji masuli nga aku urahi falutsu ita ta saai ka talau kita I saukitan rumiat nauhani mapana kita tu nika matia tu ji Kristo ku pinangan ita I kini I hakar. Amen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爱放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你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高里啦，我还记喏，你比格里努方在来阿行我伊，乌拉，乌里巴哈，乌里哈塞，乌布卡伊，乌西尼阿萨，乌nga阿耶，乌苏阿里奈阿法鲁做。
ulam sayai upaka emetai tu tireng umatini ai a semaki awak ai ku mi larangai ariket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